Yes, please.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係香港眾志嘅周庭。呢場運動已經經歷咗半年嘅時間，大家都好辛苦，流過好多汗，流過好多眼淚，甚至有好多嘅朋友，尤其係前線嘅手足，被打、被虐待、流血、被失蹤，好多嘅事發生咗。可能大家身邊有好多朋友，你知道佢係支持民主，但係可能佢哋會漸漸咁樣麻木咗、習慣咗，又或者佢哋其實係唔想習慣㗎，只係佢哋潛意識入邊睇得太多啦，開始漸漸冇咗感覺。咁當然我哋喺本地嘅工作上邊，大家坐低喺度都一定係關心呢一個城市嘅朋友，特別好多係年輕嘅朋友。當然我哋喺本地上邊要更加努力，令到更加多人係繼續咁樣支持我哋，繼續咁樣參與喺我哋當中。而喺呢場運動入面，我哋都意識到國際社會對於香港社會嘅關注係非常非常之重要，唔單止係支持香港嘅抗爭運動，亦都可以對中國政府、對香港政府係構成一啲嘅壓力。喺呢度都叫做係作為國際戰線一個小小嘅一員。首先好想同大家講一聲對唔住，喺呢一個運動咁重要嘅呢一個時刻，我竟然係因為官司而係冇辦法離開香港。雖然話向法庭申請都可能係有啲機會，不過上次我喺舊年12月同埋我嘅同伴黃之鋒等等係上庭嘅時候，當時我向法官申請係飛往東京同埋大阪嘅5間大學係進行演說，同埋喺日本開記者招待會，都係俾法官真係一隻字都冇講，完全冇解釋理由嘅情況之下，就拒絕咗我哋嘅申請。但係雖然我而家係飛唔到海外，去唔到日本，但係希望大家知道，其實我哋仲有好多嘅朋友，好多嘅手足，不論係住喺香港，但係可能經常來往日本啊，或者識日文嘅手足，定係住喺日本或者喺日本讀緊書嘅手足呢，佢哋一樣都係好努力，每日見唔同嘅朋友，可能日本政界嘅朋友、傳媒界嘅朋友、唔同界別嘅朋友或者學者等等，去宣揚我哋香港人嘅理念。亦都有人係有好多日本同埋香港嘅手足係嘗試咁樣推動緊喺日本究竟做唔做到一個類似美國咁樣嘅民主法案呢？亦都好多人係探討緊同埋推動緊呢個議題。即使我係冇辦法飛到去日本，但係日本戰線當然唔只有我一個啦，有好多嘅朋友亦都係參與緊。